5日4夜喺波蘭滑雪首都塞卡坡尼滑雪，究竟有咩特別？點解冇人講過㗎？塞卡坡尼喺波蘭嘅南部，坐飛機去到卡科夫機場之後，大概1個半鐘頭車程就可以去到。首先呢度嘅冬季雪況較為穩定，通常12月至3月期間都好適合滑雪。第二就係有好多滑雪線道可以選擇。以我哋買咗呢一個 Tatry Super Ski 嘅 pass 為例，就可以去晒19個滑雪場，可以因應自己嘅能力去選擇，同埋唔怕滑到悶。第三當然係最重要，就係價錢平，無論係 lift pass 住宿定係食嘢，相對其他歐洲嘅熱門滑雪城市都比較平。講起食，有別於歐洲嘅一啲偏僻滑雪場，呢度一行出大街就有好多餐廳，而且每一間餐廳都超好氣氛啊！大推呢度嘅酸湯，同埋好出名嘅羊芝士，係用羊奶做嘅，味道偏鹹，口感就比較結實，非常之特別，嚟到一定要試啊！另外，通常喺街度只係見到本地人，而且佢哋好熱情友善，感覺都好安全。我哋今次連埋朋友4個人一齊喺 WeSki 買咗套票，包機票、接駁交通同埋住宿。出到機場即刻有人接送，我哋仲揀咗一個有溫水池同埋桑拿嘅酒店，成個體驗都好正。最後一日就搭咗纜車上山頂睇全景。今次嘅滑雪 vlog 已經上咗架啦，入面仲會講埋我哋整個行程嘅總消費。想知多啲就撳入我哋 channel 睇啦，下次見。